隨住極端天氣同城市災害越嚟越頻繁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受到影響。香港紅十字會積極推動全民避災，確保唔同背景同能力嘅人都可以參與喺入邊。對於殘疾人士、多元文化背景人士或者居住喺高風險地區嘅群體，我哋更提供針對性嘅訓練同埋支援，幫助佢哋提升應對災害嘅技能同埋信心。我哋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掌握自救同埋助人嘅技能，一齊建立一個更有韌性嘅社區。本地有需要嘅社群同埋加強佢對大眾嘅健康認識，係紅十字會服務嘅重要一環啦。過去咗3年啦，我作為流動車健康教育站嘅義工，走過全港18區，為街坊做免費檢查身體，同埋提供嘅意見。香港紅十字會透過實際嘅行動，將健康知識同關懷散播去不同嘅社區，服務俾大家。無論係一個信念定係一次行動，都係人道精神嘅一部分。婦女義工隊作為香港紅十字會第一支義工隊，75年嚟一直持續連接本地同多元族群嘅婦女。我哋透過各式各樣嘅義工訓練裝備義工，亦透過唔同嘅服務形式，幫助社會上每一位有需要人士，用行動傳遞愛與關懷，以志願服務精神實踐人道。作為香港紅十字會亞洲運輸學校嘅畢業生，我唔單止接受復康、主流及特殊課程等多元嘅服務，學校仲為我哋提供職業培訓，幫助同學融入社會。畢業後，我有幸獲得喺香港紅十字會嘅實習嘅機會。實習期間，我好感謝機構事務嘅上司同埋同事一直嘅鼓勵同埋幫助，令我成為一個更有責任感嘅人。希望將來可以繼續同香港紅十字會宣揚人道理念，令社會睇到殘疾人士潛能同埋價值。